哇，好深刻啊！对，很深刻。所以说，爸爸说两位的粉丝们都很有水准，很有水平，确实啊。对我最大的转变是，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，我也不敢去做。但是这次尝试演舞台剧，我发现我好像也可以试着去做，去学习。再加上自己运气也比较好，遇到了这么多优秀的老师，跟我一起一起教，就是一起陪伴我，互相帮助，然后教我怎么去在舞台上表现自己。谢谢，谢谢，很期待你晚上的演出，我也预祝你演出顺利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晚上也会来对吗？啊？您晚上也会来？对。好，谢谢。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好，收到小礼物了哈。